有冇諗過一個問題啊？點解洗碗工場咧會有生意？點解咧啲餐廳咧願意花5位數字去請，或者4位數字去請洗碗工場幫手洗碗咧？佢哋個做法係做咩咧？就係收集、洗乾淨、重用，係咪先？咁好啦，從呢個角度嚟講，咁佢啲碗碟係點樣用啊？個客食完嘢，跟住抌落個箱度，跟住個箱運去洗碗工場清潔、重用、消毒、重用，係咪？咁好啦，我哋再睇埋呢一邊咯喎。既然咧頭先咧嗰啲咧可以咧處理到嘅話，咁呢個收集箱一樣啫嘛。如果個客食完嗰啲包裝食完嘢，跟住嗰啲包裝物料係咪可以回收呢？譬如鐵罐、鋁罐、其他塑膠，例如好似聚丙烯、PP 或者 PS， 跟住呢就其他塑膠啦，杯麵容器啦，例如好似我哋平時呢年宵啊嗰啲咪好興嘅，有啲碗仔載住啲嘢食嘅，跟住紙包盒啦，同埋呢 PET 啦。咁其實呢啲呢係咪都可以呢有一間工場，可以好似呢個咁樣收集咗之後一箱箱咁計，拎去一個工場去清洗呢？嗱，大家再睇下啦，我哋呢科普下啦，我哋回收嘅物料裏邊呢，譬如好似呢一個嘅鐵罐同埋鋁罐，佢屬於係邊一個碳排放權裏邊嘅item 呢？1、2、3，冇錯啦，佢就係屬於鋼鐵同埋有色金屬嘅。建材都可以係㗎。點解？鋁啊嘛，你屋企個鋁窗用咩做㗎？鋁咯，係啊。好，再睇下啦。點解要分呢 oily 同埋呢 dry 呢？ dry 呢就代表唔係好肥，oily 呢就代表有啲肥。咁呢有啲肥嗰啲呢就可以要複雜啲咯，要攞洗潔精清洗咯。呢一個呢就沖下水就得啦。咁好啦，呢一個其他塑膠又屬於碳排放權裏邊嘅乜嘢？喂，塑膠唔好話其他塑膠啦，因為係5號啦、6號啦、7號啦都會喺食肆裏邊見到噶，1號都會嘅，係啦，即係咁好啦。咁呢啲會係屬於咩類型嘅碳排放嘅呢？1、2、3，冇錯啦，就係化工啦。有化工，有塑膠，冇塑膠，冇化工。好啦，再睇下啦，杯麵嘅容器係咩嚟嘅呢？佢係點解會屬於呢個碳排放權裏邊嘅 item 呢？1、2、3，冇錯啦，你好叻啊！冇錯啦，佢就係屬於造紙業㗎。佢呢嗰啲紙呢係用唔係，佢哋呢係用紙嚟做㗎嘛，所以呢造紙業呢將來呢都會有碳排放權㗎。咁呢個紙包飲品盒呢？1、2、3，冇錯啦！既然知道呢一個杯麵係造紙業嘅，冇理由唔知道紙包盒鼎鼎大名嘅紙包盒係造紙業啦，係咪先？好啦，跟住到呢啲啡啡黃黃嘅，究竟係咩嚟嘅呢？就係呢炸得千年油啦，億年油嚟嘅呢啲，係啦，呢啲回收嘅食油嚟啦，可以用嚟做 SAF 燃料㗎。咁呢啲屬於咩類型嘅碳排放呢？1、2、3，冇錯啦，佢就係航空業啦。SAF 呢就係呢可以提嗰啲油呢就可以提煉嗰啲動物或者植物嘅油脂呢，就係可以用嚟提煉呢 SAF 嘅環保燃油㗎啦。咁呢唔知可唔可以抵消到碳排放啦？一邊呢就做環保，一邊呢就碳中和咁樣咯。你哋覺得回收呢啲咁值錢碳中和嘅物品，個洗碗工場應該可以收幾多錢呢？每箱
又有冇啲食肆願意提供呢啲嘅物料俾呢個工場去清洗呢？